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成言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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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志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志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阿母，拄则你咧想啥？我哪想啥？无哦，你最近怪怪哦。当我是怪啥嘿啦？我就定定看到你摕一寡查甫人的衫返来洗啊。唉，当你是咧讲啥嘿啦？啊，遐个衫拢是咱人客衫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咱女社当时有替人洗衫这款的服务，我哪拢不知啦。哎哟，好啦，去写字啦，啊，若好食的时阵会叫你落来，紧去啦，紧去啦，死囡仔咪啊！好，是。哎呦，放心呀。入来，头家娘，巴肚枵吼，来食鸡汤，趁小啉吼。鸡汤，对啦，头家娘，啊你才讲过，我欠你的厝租都还未还的，我哪好意思啉你的鸡汤啊？哎哟，等你欠我较济着，啊茶香啊鸡汤，啊搁再讲你人汉会喜着，啊若一日到暗倒面床顶，哦，我着还搁请医师甲你注射食药啊，安尼毋是愈欠愈多。来，趁小食吼。来，较紧食。但袂甲你偷啦，你毋敢食哦。啊，第二个我该吃心。头家娘，你食饱未？啊，袂啦。你若腹肚枵吼，无你先转去食饭啦。哦，好啦，啊，你赶食吼。头家娘哦，人遮尔好，我若毋是拄着伊，恐惊我早就无命。欠伊的温情，我是要安怎报答伊？还阁我欠伊的厝租，
我是要用什么方法来还呢？喂，你食完吼，你早点放咧，我再来收啦吼。阿母，好是啦是啦，你准备要惊上呀？阿母，你唔对哦。我唔对，你准备要惊死，你唔对，什么我唔对？哎呦，唔是啦，我是讲你这个人吼，最近怪怪哦。我怪怪，我倒会怪怪。人我昨暗时啊吼，看到一个人吼，伫咧遮咧炖鸡汤的时阵吼，迄喙角佢安尼微微啊笑，哦，迄看起来吼，偌尔啊幸福，迄落幸咧。拄啊吼，佮看到你伫咧遮咧准备中昼的时阵，佮会唱歌拉曲呢。阿母啊，我自细汉到即马吼，是我头一摆看到你唱歌哦。讲，最近有啥物意思啊？哎呦，你这死囡仔婆，死囡仔婆！你无遮老有啥物意思啦？查某人的目睭吼是袂共骗你知，你别人吼可能看袂出。我就无共，我逐工吼拢伫咧外口咧拍查某囡仔，迄吼我一看就知。这是你讲的哈？你逐工在无咧读书，拢咧拍查某囡仔哈？月金啊，月金啊！无，你无闲，我叫因食饭就好。你既然你无闲，好，我叫。阿姊，阿母，我好叫你食饭。月金啊，来食饭啦！哎，我叫阿关子啊。月清，啊？等一下，阿姊要出去行行的，你陪阿母食饭。你要出去行行的？阿姊昨晚哪会定要出去行行的哈？月清，阿姊问你，这10几年来，你有想过阿母无？阿母哦。假使讲有一天，你若撞到阿母，你敢会认伊？唔知呢。对，迄个时阵你还阁细汉，啥物拢袂记。对啦，明仔载阿姊哦，想要去阿妈的墓去祭拜一下，你陪我斗阵去好无？好啊。爱我出来。好。顺行阿姊。阿姊那用来讲阿母。伊要请看护，搁爱好好毕业，感觉伊真正行到破病啊！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有人伫无？来啊！小姐，什么代志？我是来应征看护的啦。你先坐一下，我来找阮头家。是伊啦。阿仔，你泡一下茶。
小姐，我若看你面色个面色，咱是伫倒要看见？你是大头家，你哪有可能熟悉？你今年几岁？你叫啥名？我20岁，叫做周美娟。你有经验无？有好好毕业无？我无经验，嘛毋是好好毕业。阿嫂啊，上课。对啊，但你身体袂拄啊好时咧，你若要同别朋友玩，你是来要创啊？你叫啥物名？我叫美娟。美娟，你今年几岁啊20岁。20岁。有真若搁伫我的身躯边，即妈妈应该是20岁啊。讲心事，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心。有真若搁伫我的身躯边，即妈妈应该是20岁啊。唉，秀萍啊，但是讲遐要创啊啦，但伊都话无经验，啊，毋是好好毕业的，伊袂下啦。先生，我要来做我的特别看护。秀萍啊，这款代志袂用滚算跳呢，你家己的身体吼要紧啦，安尼危险啦。但医师讲吼，我只是贫血啦，无啥物要紧啦，无需要讲吼，一定要好好毕业的啊。唉，秀萍啊，安尼袂用我家你啦。己的身体我家己知影啦，我真介意，卡叔会当留伫我的身躯边照顾我，对我的病一定有帮助的。秀萍，你这头一摆甲伊见面，你对伊也无了解，你明来知伊对你有帮助啦。斗阵久啊吼，就一定会了解啊，对无？唉，袂用你啦，我也是感觉安尼哦，伤危险啦。天生啊，特别看护吼是要来照顾我、陪伴我的啊，嘛着爱吼甲我有缘啊。卡叔我若无介意吼，就算讲伊是好好毕业的，我嘛无爱。我就是介意，我希望伊会当留落来。好啦，我你注意就好啦，吼。阿叔，带去厝前厝后看看，介意看要安怎做，啊上山我硬急甲伊讲下，看安怎才甲讲，吼。这边，咱甲伊留点休困，吼。小弟，就算讲你爱我啦，我阁无一定要做。嘿，当你是咧讲啥哈？一个查某人讲遐大，你是无事大人唔敢死手。讲我欠人家事，伊甲我阿母抢走，有啥物资格讲我？我是安那袂当我做，对，我应该留落做看哦，看因两个有偌袂见效。啥个？苏永仁，我无答应。阿母，毋是使用的，是看护。看护就是甲病人目屎目尿，照顾病人的食，病人的穿，啊，这甲苏永仁有啥无共款呢？阿母，我已经答应了。伊即马身体真虚弱，嘛真介意我真正就想要去照顾伊。伊身体虚弱，你母啊身体嘛虚弱啦。伊介意你，你母嘛介意你呢。这偌几个女婿，你若毋是讲你甲我斗相共，我是要甲照顾。搁再讲，咱即马阿官啊啦，一日到晚拢伫外口咧笑啦。啊，尤其啊是咧读书啦。啊，万一若去做工课，爸爸就是要安怎？阿母，
我从来毋捌要求你啥物代志，这件代志你答应我好无？玉珍啊，你甲阿母讲，你到底是为着啥物事？为着钱哦。好，阿母互你啦。阿母，毋是钱，毋是钱，是人咯。是啥物人？是啥物人会当互你放煞老母无顾，去照顾伊的？你甲阿母讲是啥人？是周大哥因店的一个老主顾，伊即马破病，身体真有损坏，所以杨老板才想要替伊找一个看客来照顾。玉珍啊，阿母计是讲啥物人呢？周大哥的老主顾，这甲你是啥物关系啊？玉珍啊，这看病人，这都要有方法呢，嘛着要用迄医学知识哦。万一你家人照顾遐无好，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人若这边拢煞煞互你，你是要用啥来承担呢？玉珍啊，搁再讲你即嘛有咧请秀，家己会当趁钱，咱安尼就好，何必着遐辛苦呢？阿母，我知影你讲的拢是有法好，但毋过真侪代志你无了解，你着莫搁考虑我。无了解？我饲你10几年无了解？好啦。就算我阿母无了解啦，你嘛讲一个理由，互我了解啦。阿母，我已经大汉啦，我敢袂用决定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你大汉啦，你已经大汉啦，吼，是讲袂当，唔免听阿母的话啊。啥物代志，我拢会听你的，就是敢若这件代志，我无法度听你。对啦，啥物代志阿母拢会听你的啦，哥这件代志啦，我无答应啦。阿母，唔免讲啊啦！阿母，我只是来甲你讲一声，不管你要答应无答应，我拢决定要做。玉珍啊，喂，头家娘，是，我就是。我明仔载去上班好无？好啊，明仔载吼，你就来上班，我等你吼。讲心事，讲心事，讲心命，提出心心意念。交给你了。交给你，啊是安怎啦？我知啦，我知你的意思啦。第一次扫兴是要创啊？我欠你帮助，无法度啦，我着做一寡工课来赌，我死家去拼拼。哎呦，你行动也无方便啦，吼，啊身体搁会虚，啊扫兴涂骹啦。头家娘，听你的口气，敢若真生气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甲你无关系啦。你若有啥物代志吼，你着做你讲出来，安尼心情比较较快活。上来阮的查某囝啦，讲啥物要找头路啦？啊，我要做人什么使用人？因某也是咧开旅社呢，我敢饲袂百心。啊，搁再讲啦，你若要找头路，你嘛应当咱家己的旅社做对无？我嘛是拍话机互你啊。头家娘，我知影啦。恁查某囝要去做人的下骹手人，你心肝内有够对无？啊这也着讲，迄个记在你，啊你安怎想？天下父母心，人好做父母，每一个做时代，
拢嘛唔甘。唉，即摆囡仔就是安尼，唔知影父母的辛苦啦，等你甲苦劝吼，伊唔听啦，佮讲啥物我无了解啦，你听着气也袂安尼。啊，恁翁呢？是啊啦，啊，着留这间旅社啦，放三个囡仔啦，啊，辛辛苦苦安尼甲请大汉啦，啊，甲讲啥物拢唔听啦，啊，一直咧惹我生气啦，迄是足唔值的有影。安来偷大气？无啦，我着听你咧讲吼，我去收留我的囡仔啦。你的囡仔？啊，你结婚啊？啊，你某咧？我无早就无去。做事有计划，袂乱；开钱有准则，袂散；做人有道德，袂歹。敬请明仔载暗共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但是一成言。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啥物苦嘛吃。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。无论是半山也过岭，事事拼输赢，行行都是命。